91到咩啊？91到90啊嘛。90之後到咩啊？90到咩啊？90到89、88、87、86、84、86到咩話86、85、84、83、81到70。71之後到咩啊？跟住60。係啊。69、68、60。唔好望住電視。66、65、63、嗱，好停止先。啊！你而家由100都可以數翻轉頭咧，咁你可以計100嘅減數都得。好叻嘅喎！如果真係你數熟啲嘅話，100減幾多你都計到咯。因為數手指啫嘛，你數出嚟嗰個就係答案嚟㗎啦，知唔知啊？即係咪數到去10嗰度㗎？數到20都得㗎，100減100都得㗎，數100次啫嘛。嚇？但係當你數手指數熟嘅時候，一講出嚟嘅答案就已經喺個腦裏面，亦都可以用心算。所以用100。數到50，跟住到咩啊？50。冇嘥電話啲電啦，喺度錄呢啲咩嘢做咩啫？50。跟住就係49、48。